我尝试了1周的极简主义生活，这些是我学到的。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，我们往往被各种物质和信息所包围，导致焦虑和疲惫。为了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，我决定尝试1周的极简主义生活。这不仅仅是关于减少物品，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。我希望通过这个过程，能够找到更简单、更有意义的生活方式。以下是我在这7天里学到的一些重要经验和感悟。1、物质的减少带来精神的轻松。在开始极简主义生活的第1天，我对自己的居住环境进行了大扫除。我把那些不再使用的物品捐赠或扔掉，留下一些真正需要的物品。最初，我对这一过程感到焦虑，害怕自己会后悔。然而，几天后，我发现家中变得更加整洁和舒适，心情也变得轻松许多。减少物质的拥有，帮助我释放了精神上的负担，让我更加专注于重要的事情。2、简化生活节奏，提高专注力。在极简主义生活的过程中，我不仅减少了物质上的拥有，还简化了日常生活的节奏。我取消了一些不必要的社交活动，把时间专注于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，比如阅读和散步。这种改变让我感受到了时间的珍贵，我的专注力得到了显著提升。在减少了外界干扰后，我发现自己能够更深入地投入到工作和兴趣中，效率也提高了很多。3、消费意识的觉醒。在极简主义的生活中，我特别注意了自己的消费行为。之前，我常常在购物时被诱惑购买一些不必要的物品，而在这1周内，我开始对自己的需求做出更加理智的判断。我学会了分辨真正需要的物品与仅仅是冲动购买的物品。这种变化让我对消费有了更深刻的认识，明白了如何做出更明智的消费决策。4、关系的价值被重新定义。极简主义不仅仅涉及物质层面，还涉及人际关系。我发现，减少了对物质的依赖后，我更加珍惜和重视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。与他们的互动变得更加真诚和深入。我意识到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沟通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，而不是那些物质上的拥有。这种体验让我更加感激身边的亲人和朋友，并努力提升自己在这些关系中的投入。5、身心的平衡与自我反思。尝试极简主义生活让我有更多时间进行自我反思。每天我都会花一些时间静下心来，思考自己的生活目标和价值观。这种自我反思的过程让我更清楚自己的内心需求，也帮助我调整了生活的方向。通过这种方式，我找到了更多内心的平静，学会了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保持身心的平衡。6、创造力和满足感的提升。减少了对物质的依赖后，我发现自己在创造力方面有了显著的提升。极简主义鼓励我用有限的资源创造出新的东西，不再依赖于购买新的物品来获得满足感。比如，我开始尝试自己动手制作一些小物件，这不仅让我感受到了创造的乐趣，还提高了我的满足感。这种变化让我认识到，真正的满足感来源于内在的创造力和自我成就感，而不是外在的物质。7、学会感恩与珍惜。在极简主义的生活中，我更加意识到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，并学会了感恩。我开始珍惜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东西，比如一杯温暖的咖啡，一段平静的散步时光。这种对生活的感恩之情让我更加欣赏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和幸福。结语：通过1周的极简主义生活，我不仅对物质有了新的认知，更对自己内心的需求有了更深刻的了解。这段经历让我认识到，真正的幸福和满足并不在于外在的物质拥有，而在于内心的平静和真实的自我感知。
虽然一周的极简主义生活只是一个开始，但它为我今后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宝贵的启示。我希望能够将这种简约的生活理念融入到日常生活中，追求更有意义、更充实的生活方式。